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3，旧历的9月28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。 牛肉面的风波，行政院的发言人丁一鸣指控着台北市牛肉面节摕到冠军的店家，这间叫做洪家团成牛肉面，讲因所使用的牛肉有含山肉精。人店家随着提出着证明来澄清讲无哦，人因的牛肉无山肉精哦。发言人丁一鸣感觉歹势，马上赶过遐食牛肉面，搁来订100碗。 但是发票竟然有拍这个统一编号，这无非是要报功效咧，这是互骂到无一地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一透早嘛赶紧向外界来道歉。 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伫食面，伊一向无咧食牛肉。昨晡暗去帮求这间写台北市牛肉面冠军的这间店去杀牛肉面，原因是行政院记者会，伊点名讲这间店的牛肉有莱克多巴胺。因过头家提出证明了，丁一鸣有回失咧，希望讲这个风波到这为止。本来是要说明符合国家标准的。 肉品都是安全无虞，却歪楼波及了店家，这很不该。也对店家受到波及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那确实，我平常也很喜欢吃面的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也来吃看看。 连院长就出来伫回释咧，因为丁一鸣伫网络买100份的牛肉面，爱39000块，佮有打发票来证明。互人掠着讲顶面拍的是行政院统一编号，丁一鸣事后佮背回讲这是秘书拍唔对去的，伊用伊家己钱来付，因为国民党立委无放伊煞。今日这组织议事，佮用统一编号呛行政院。 年轻人也像任何人一样，难免会犯错我们觉得已经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进出8次了，都猪8戒了。行政院甲国民党最近几个月来，因为莱克多巴胺的猪肉问题，持续伫这个议题你来我往，却因为丁一鸣引起风波，即马无用伫收拾事尾。